你怎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。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，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，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父皇不要这了，母后也不要这了，这城枯萎了，朕没人要了，朕不要江山，朕只要他们爱我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皇上，皇上还有小柳儿，还有福生呢。现在还有冯昭仪，冯昭仪一定会跟我们做主的啊！不哭了，皇上。明明和老大一起确认了福生被虐死的照片啊，还一起讨论了尸检报告，他怎么就突然间复活了呢？男女授受不亲。不哭了，皇上。这小孩管老板叫父皇，管蜂蜜叫母后，冯峰又说自己是他亲妈，这关系我怎么看不懂了呢？逆向思维一下，他一定是这2人其中之一的儿子。说的白说。不过我现在更加确定，冯峰跟我老板是真的认识的。他就是冯峰等的那个人。什么？不会吧？干什么一惊一乍的？是。听到什么没有？没听到什么呀？啊，我又没在偷听。你们啊，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这不是很简单一个道理吗？小骗子、女骗子，啊，那就是来讹诈。我的芬妮，还有大哥那冯峰，那只不过顶个包而已。有道理，肯定是这样的。哎，小朋友，告诉哥哥，你是谁？你给朕住嘴！朕心情不好，你最好给朕住嘴！哎，小鬼，谁惯着你天天震啊震的？真的是。给朕住嘴！你，不是。你这个人，你真是……等会儿，你说他
和你朋友？不会吧？哼，他处处留情，谁知道外面有多少风流债啊？我警告你啊，我们是私人恩怨，你要报仇冲我来，但是不能对我有任何的人身攻击。哎，这话应该我对你说吧？停！这样不还，这样不还，这样不还！走开！他是你儿子。去。阿晨知道你生气了，你希望没带着你一起逃出来。月晓知道错了，再也不离开你了。富华，你快帮我劝劝母后啊！哎，去。哎，人家都说了不是你母后了，你就别缠着人家了嘛。你放开我！这一切都是你捣的鬼！好了，别跑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们这是演的哪一出啊？孩子小妈妈没有错，你慢慢跟她解释就好了。来，阿姨抱抱。你干嘛？把你衣服给你脱了，要看看你是不是妖怪！你干嘛脱我衣服？喂，你干嘛？哦，幸好芬妮不是他妈。喂，你干嘛？喂，你干嘛脱我衣服？把你小演员给我带走！看看你们这场戏到底怎么收场。芬妮，我们走。哎，老大，外面有很多记者呀，杀出去！好，走。皇上，皇上！吃点吧。哼，哎，你干嘛耍我呢？认妈大闹现场的是你，不认妈的也是你，搞得乱七八糟也就罢了，现在到了我家了，还跟我吹胡子瞪眼睛的，我欠你的。冯昭仪，你就别说皇上了。你知道皇上心里苦，刚刚遇见了一个奇奇怪怪名字的女人，她居然长得和太后娘娘一模一样，但不是太后娘娘，本来就不是啊。那个奇怪的名字的女人，她的痣长在这儿，太后娘娘没有。皇上他一定是看出来了，所以才这么难过。好了，皇上，你已经有1个时辰没有进食了，您就吃一口，要不然饿着了啊！皇上，你不要吓奴婢嘛，您就吃一个，说一句话啊！皇上，来玩。怪不得。皇上，小孩遭到严重的打击之后，心理的创伤如果得不到修复，就会造成更严重的心理创伤，又称创伤压力症候群，简称 PTSD。皇上不能被淹死！你是好人是吗？求求你了，求求你救救皇上吧！救救皇上吧！求求你了，救救皇上吧！求求你了，皇上不能有事啊！求求你了！小朋友，都是大人的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你不要自责。记住，你是最好的。来，跟我一起张嘴，笑。皇上，微笑。微笑。你看，他说话了。你看他这模样，一看就是李欢的种。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我跟你们说，小孩子就不能惯着，我就不信我不惯着他，他还能出毛病来。走。老夫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皇上，叫什么叫？今天把你关个半天，好好反省反省，叫你乱说。这自己会走，吃个山不可辱。皇上，你人小脾气倒不小啊！你至少拿根尺儿。哎呀，柳啊，
没事的，房间里没有危险品，你就别担心了啊。谢昭仪娘娘。皇上，您吃根肠吧。灰灰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他们就是我乡下的亲戚，他们非常传统，有一些奇怪的习俗。总之，今天的事情非常复杂，我很难跟你解释清楚的，又不方便说。以后有机会，我再慢慢跟你解释，希望你能明白。没事，我明白。你今天也很累了，早点休息啊。你才要好好休息的。疼吗？没事儿，跟你在一起只有开心，没有别的。来呀，快！什么？老大，大哥，老大，我发誓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如果我说的有半点假话的话，那就惩罚我和叶波打1辈子光棍。你光棍，你1辈子光棍，说正事。老大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我就调查那个小孩什么来头。顺便调查一下，他是不是冯峰派来诈骗的？老大，这老板，其实验 DNA 不是简单多了。哎，老大，你现在就去医院啊？那能怎么样呢？如果是我的孩子，我一定认；如果不是呢，赶紧澄清，省得让峰峰这样的骗子得逞。我，哎呀，你别去，我去。没声音了，娘娘，皇上就寝了。啊，应该是闹够了吧？你可别担心啊。娘娘，奴婢拜见昭仪娘娘。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以后不要再行大礼了，也不要叫我什么冯昭仪，这里不兴这个的。你就叫我姐姐吧。还有，不要自称为奴婢。你那2个点儿啊，也不要再画了，别人会以为你是小丑，把你送到马戏团的。啊！柳儿好像在做梦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也是，一别这么久，还真的挺想你的。你看你啊，你都瘦了。我们走了以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快跟我说一说。昭仪娘娘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！咻，就这样，我跟皇上就被大风刮到了现代。拓跋将军谋逆造反，还扣押了太后娘娘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也不清楚。一开始太上皇刚失踪的时候，拓跋将军还把那些觊觎皇位的人全都关进了大牢，而且帮着皇上和太后治理朝政。可是1年前，他就性格大变，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。最后还不顾跟太后娘娘的往日情分，来追杀太后娘娘和皇上，还觊觎皇位，
答。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喜欢待在厨房。哎，你们跟福生怎么会在一起啊？我们来这第一天就遇见了他，他送给皇上一个白馒头。他算是我跟皇上的救命恩人了，而且他跟皇上投缘。虽然他有点傻傻的，但是在这满大街都是怪物的地方，还是帮了我们很多忙的。福生，过来坐。姐姐，你到底受没受苦啊？怎么还是这么胖？老大，你还记得老大？可是老大已经不是你的老大了。老夫，开门，这儿入座。开门！哎，皇上，让开！哎，柳儿，皇上，你没事吧？我去追他，我就不信我治不了这个熊孩子。哎，姐姐，福生，追皇上啊！皇上！皇上！谁去扯头发？好吧，那我去吧。其实我也挺喜欢小朋友的，不会介意的。啊？宝宝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你干嘛把这头发呀？做研究。回来！宝宝，怎么了？妹妹跟你说，站住！皇上，哎，等等我啊！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给我回来！等等我！看来小演员失控了。老大，看看去。走啊，走。小心坑！小心，有坑！救命！帮忙！救命！皇上，福生，快来帮忙啊！没事吧？这小子还挺善良的嘛。哦，真的不吃吗？不吃。别装了，这里没别人，就我们两个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元宵，元宵？大胆，竟敢直呼朕的名讳！少跟我来这套，这里是现代，我天天叫你皇上的，别人还以为我有病呢。以后就叫你元宵了。哇，太好吃了！皮很嫩，肉很爽，唇齿留香啊！喂，刚刚谢谢你啊！哼，果然是那个暴君的种啊，鄙视人的语气都一样。哼。其实呢，我很理解你的感受的。你觉得父母都抛弃了你，就好像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一样。你这老妖妇怎么会懂？
我当然懂了，因为我是孤儿嘛。哦，怪不得你没人管教呢。再说，不给你吃了。你觉得日子很难，甚至都没有搞清楚。但是只有自己强大起来，才可以生活下去。这已经很强啦。我小时候呢，总是被同学欺负，他们笑我没有爸妈，不跟我玩，还把我的饭盒扔到垃圾桶里，把我刚写好的作业藏起来，还诬陷我是小偷。哎呀，反正就是多的都数不清了。不过我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他们把我拉到后巷子，抢光了我的零花钱，还狠狠地揍了我一顿。之后呢？之后我就尽全力反抗啊，我才不怕他们呢。哎，要是这帮坏孩子们被朕抓住，一定要诛他们九族。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否则你只会成为一个暴君。只要面对恶势力时，绝不低头，坚持自己，就一定能够胜利。你放遗忘的心好了，这一定不是暴君，一定不会低头的。喂，这里头不许人乱摸。我才不稀罕呢。其实，你已经比我好太多了，有那么多人都很爱你的，像柳儿啊、浮生啊。不过你要多拍拍我的马屁，我可以考虑多爱你一点哦。虽然我跟你妈妈有点不愉快，可你老爸又……哎，我分得很清楚的，不会把那些烂账算在你头上的。哼！哎，你真的睡着了？要睡回家睡嘛。母后，小儿要回宫。明明是你爸妈欠我的，可是现在怎么会是我来照顾你呢？